美军驻约旦的这个基地呢，常常受到无人机的攻击。初步判断，可能是防卫系统甲敌人的无人机当作是要转来基地，美军家己的无人机，这拢无发出警报。美国总统拜登是已经放调要报复，不过白宫表示，因要主动来甲背后的主事者，也就是伊朗来开战。在美国驻约旦大学高塔自治基地防护系统为什么无发现敌方无人机的挖紧，无启动，各将会拍落来？根据《华尔街日报》引用2名美国官员一份初步报告指出，真可能是系统将低空飞行的敌机误认是家己人，因为到伫差不多时间，美军无人机咧当个这个山坡小型设施，咧困的美军无收到任何警报，一台拖车受到攻击，其他车是被爆炸架飞出来碎片拍到，造成部分损害。30外受伤的士兵大部分被刮伤、乌青、脑刮伤。白宫对这报道各作评论，伊拢是否认看下这案件。نسبت به حضور تجاوزگرانه آمریکا اقدام می‌کنه。到底拜登政府认为这是伊朗无后操控，国讲要报复，用边倒来国防部长奥斯汀已就抓被用军对美军的攻击。白宫了后，这段说明也表示拜登面临压力，因为对德黑兰采取行动，国民和加沙冲突进一步恶化。We are not looking for a war with Iran. We are not seeking a conflict with the regime in a military way. 科比也明确指出，伫伊拉克、叙利亚加约旦的攻击，也有青年运动伫红海上船的塑胶攻击，美国耐心已经耗尽。约旦事件是正严重的攻击，美方会做出适当的回应。公视新闻，恩文玲编译。